在洽公业务办完后，要如何送客呢？先教大家一句：潘后嘞，潘后嘞。这句话可以对久等的民众说，让他们知道办理的业务已经完成喽。等我们帮民众办好事情，我们也可以表现出我们对他们的礼貌和关心。当我们讲“潘后嘞”这3个字之后，还可以加上什么呢？有4个例句可以让你加在“潘后嘞”之后。比如说，第一个，将来了，将来了。华语的意思呢，就是再见，欢迎您再来玩。这句很常用哦，我们来念2遍。将来了，将来了。第二个，顺行，顺行，顺行是慢走的意思。第3句，爱生意哦，爱生意哦。华语的意思是要小心哦。第4句呢，要注意安全哦，爱注意安全哦，爱注意安全哦。好，我们学完这4个例句之后呢，接下来我们来实际练习一遍。第一个，潘后嘞，将来了，潘后嘞，将来了。好，第2个句子呢，潘后嘞，顺行，潘后嘞，顺行。第3个句子，潘后嘞，爱生意哦，潘后嘞，爱生意哦。好，第4个呢，潘后嘞，爱注意安全哦，潘后嘞，爱注意安全哦。好，以上这些句子都是您在办公时常会用到的问候语，希望能够让民众感受到您的热情，安尼大家乡亲会感觉当强哦。